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许多超市买菜唔会注意看包装封嘅泡头膜，咁看的是台湾标出的按多摆嘅食安风炮，更加许多人对爱16度嘅东西安全膜含过重视嘅。农产品嘅农药残留系食品安全把关最重要嘅其中一个部分。不过农药残留用看呢看唔出来。故所农委会推出的许多农产品认证泡头，有安尼一种标志，如像有的身份证、收入也都含过好。不过按到大大小小的泡头标志有压住哦，一般民众怕过难分得出把关的长度多难，甚至连农民都搞唔清楚哦。一道农产泡头更会行社会作用，比把关的功能还过大呢。嘉北巷并到傍晚也时节出来野菜，有人看到南美上西头，也系新竹北埔农民吃小站，有农会管理人员农民去家生产，韩国天出家私，系也按多年来改进的农产买卖嘅方式。呢個菜一禮拜一天為請五個農民來檢查啊！哈，因檢查的時間最起碼消費者看到，呢個菜就沒有檢查過，幾多是當放心買。所以我對呢個菜一般來講唔係講是俾本人買的，台北人啊，然後該種那個都全部是話來幾時一禮拜我來買100樣嘅啦。農民吃小三，喺小農賣長菜果子也地位平台，因為熱得無材挑人外負擔愛減壓囤泡頭嘅費用，嗰種農會輔導熱得用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 QR code 嘅農產泡頭。拿去比一下，陸地亞項農產品係每年生產嘅，韓國生產嘅蔬菜挺耐。一直鼓勵來農民本期台下使用 QR code 安尼啦，主要說消費者買到熱菜時間佢透過 QR code 其實你將嘅種幾多菜都難能種啦，佢都好了解是好放心安尼啦。因為我哋為農民啦全部小農，唔係像一般人啦規模都很大，所以主要是我安尼原因，是佢也冇講我特別唔該走音講啊其他的標章。QR code 啊，沒有啊，一些標誌標籤啦哈，標籤是有打印號碼，你的名鄉名，有農藥，比查到抽到基本抽查，當一直有抽查就行了啊，抽到你還有農藥殘留啊，就停止你種對買啊，還過了你還嚴重的時候罰金3000。喺上條嚟抽查抽到罰6000，嗰日你做唔得買咯，冇做唔得去咯，嘅錢嚴嘅。各種各樣嘅長菜果子都有，也係新北市嘅連鎖大賣場。台灣人也下講到是都知道本該度嘅問題，嚇到驚。大賣場各部長對長菜果子嘅安全有要求。我们除了引进有相关标章的一些蔬果商品之外呢，第一个我们也会在卖场里面做一个自主实验室的检验。那第二个呢，我们会每到2到3个月呢，就会把我们的商品自动送 SGS 来做送检。另外一間連鎖大賣場，韓國希望大企業合作嘅農民，都拿回到經過第3方驗證嘅 TAP 產銷比例嘅泡頭。一方面賣場上嘅到主驗嘅成本，另一方面消費者買卡幸福會得。目前我们在蔬菜水果这边，大概有将近70%的蔬菜在台湾，我们是有产销履历的。那透过农委会产销履历的认证，它透过第3人认證，然後呢，它在每一個重要的環節，它是有把關的，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產銷履歷農產品它不會被有農藥殘留的問題。消費者愛買長菜果子嘅時節，要係用起來湯咯。你像我剛剛這樣選，這個香蕉都不怎麼樣，對不對？那我只有看這個有標籤的，比較放心啊。
发现说民众他对于这个共识越来越有。尽管我在像产销履历或是这个我们做严选生鲜的这个价格稍微比一般的商品可能会贵一点点，但是这样的贵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在你在管控的这个流程里面，你可以给农民更好的获利。我们反而可以用我品质很好的这个部分来吸引客人来购买。有这些相关食安认证标章的商品呢，其实每年在销量的部分都很稳定的，都有成长2到3成左右。那它在我们整个生鲜的占比呢，销售占比呢，也通常都会高达到5到6成左右的一个占比。看到包装上有标条，都知道价格安心，看东西进来更好卖就低。不过也条标条各种各样都有，对他家该熟悉嘅店铺 CAS 优良农产品标条，到 TAP sản銷履歷、農產品生產追溯 QR code， 也條各個代表物嘅意思呢，消費者根本啥冇條他。会搞不清楚，对啊，那有的比较熟悉的标签会知道，不熟悉的，你说农委会有一些那个我们可能推广的还不够了，我们大概都不知道。毕竟这些标章的一个设计是要方便消费者来做一个选购的。我希望这个农委会的在设计这样的标章的时候呢，应该为消费者的角度，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设想，消费者怎么从你的标章里面去认知你到底这个是在安全程度上，你为消费者把关的这个分级是到哪一个地方。也係農委會推行嘅5種農產品簽證研投資圖 ，CAS 優良農產品、CAS 有機農產品、TAP 產銷履歷、基研鋪安全蔬果標條、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 QR code， 簡單來講就係4種結構。其中 CAS 優良農產品嘅標條係針對農產加工品。另外4種就各種大等級分別係台灣有機農產品產銷履歷、基研鋪生產追溯 QR code， 也條各個嘅標準無共用，而代表嘅意思未無相同。有機係最嚴格嘅，生產用嘅水奶要經過檢驗，生產當中就唔得用化學肥料囤農藥，要經過第三方驗證，就唔得驗出有農藥。產銷履歷要記錄生產當中用按多乜嘅藥嘅，為原來條皮料也條有第三方驗證，農藥殘留測係提準嘅範圍內，一項檢驗嘅收費農民要自家出。推行最久嘅基研鋪係用產銷班來做單位，要合乎到安全用藥嘅規範。生產追溯 QR code 嘅標條最該得到，所以寫清楚生產者同生產嘅蔬菜唔是做半項檢驗。4個標章加上這個 QR code， 都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哪個農民，這個農產品是誰，或是說這個產品加工品是誰的，都很清楚。那這一塊就是我們所謂的4張1 Q 的概念，具有可追溯性。標章按照它的屬性、它的特殊性我覺得很簡單的追溯就好，我就用不同的這個使用這個標章。今天有些人會希望說，透過消費者教育去多認識這些標章的意義，但是他們忘記思考一件事，其實大部分消費者都很懶惰。最重要的是，農產消費金額並不大，它跟買1000萬的房子或100萬車不太一樣，所以其實大部分消費者反而會希望他在買農產品的時候，標章是越簡單越好，而不是越複雜越好。驗證標條為自信論分分，該為本人付出更白，受機會進前稽查合種亂嘅結果。特別鋪連鎖大賣場稽查被19盒，但個都有 QR code， 有件有 TAP 產銷履歷 QR code， 適合係業者自家建嘅。如果業者自家建嘅 QR code， 搶建嚟到業者嘅網站，查唔到產品安全無為相關信息。在市面上这些蛋品的这个标识，还有 QR code 的这个内容的部分，的确造成消费者很大的一个困惑，因为这个标章呢是到处林立啊，上面有5、6个标章，然后甚至 QR code 的部分，我们扣进去以后呢，竟然里面是标示不符，甚至还有就是说直接接到业者的官网。
农委会的产销履历推得非常成功，那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农民他以为只要有一个 QR code 就叫做产销履历，但是这个部分是混淆视听的啦，事实上不只是鸡蛋，有很多的这个商品，它只要能够申请一个 QR code， 它就让民众以为它有农委会的产销履历。消基會調查還發現，市面紅賣嘅盒裝卵泡條越多，價錢越貴。實際來講，就是夾泡條行銷。一个蛋盒上标章一大堆，那消费者怎么选呢？那甚至在这个价格上，我们也发现说，标章越多的价格标得越高。那这个是不是对消费者已经造成一个不止混淆，而且可以让业者产生一个价格哄抬的一个理由呢？所以我们在这也忍不住要替消费者来跟农委会提出一些抗议就希望農委會在這方面能夠改進。按複雜嘅農產泡條，唔但搶滅到消費者條件路邊，其實就連農民也唔清楚。政府推動是的安全問題按呢是聽人政府按樣嚟做，正如農會拜託推廣嘅基本到按呢樣萬元現象，像有機嘅雞眼鋪韓國從呢一般來是用 QR code 按樣當到，因為你農民全部攞咧，分唔清楚了因為啦。農委會因為後續又推了一些認證標章，那這個標章其實就我們來說，包含有一些像吉原譜啦，或者是像後續有一些像產地的標示啊，這些標章，對我們來講，它反而是低於產銷履歷標準的，那我們就不會去 follow 它我們就會以我們當初的高標準為主。標章裡面最重要還是生產領域的資訊透明化，經由點那個掃描以後，那我們整個生產的履歷就能夠呈現。那這個目的是取得消費者的信任，那是不是一定要有檢驗？我想這個會是一個困難，因為如果台灣很多小農，那小農可能負擔不起這樣的成本，未來需要政府或是經由農會怎麼來輔導，這個會花比較長的時間才可以達到。農民單照等政府嘅政策來做。不過農產泡條體內上來有一兩年咯，減下連主要負責嘅農政單位就唔得巡查，加下各界知道個意思得嚟 TAP 產銷履歷已經推出9年咧，啥競爭做私人經營政策又變來變去，都競爭兩旁邊嘅農民來支持。本但因為發生加重問題，準備無愛在個用嘅嘢嘅業務提示從好，造就公務員愛心服務，農委會要愛團結成業組嘅業務2點啦。很關鍵的是，它很簡便。那過去我們的概念是這樣，是這一個產銷班的用藥，那我們希望大家互相監督，那共同用藥。那問題來了，那這一塊大家覺得還是不夠嚴謹。那希望說，看看能不能再往上更上一級，升級到所謂的產銷履歷，那由第三方驗證機構去把關，把整個生產的過程都很透明化、公開化。那另外一塊就是我這小農民，我種都沒幾分地，你要叫我去花，每年花嘛，去花驗證費用7、8萬，我採農種袂賣嘛，我遐好，那很簡單的，還是希望他。這個農產品到底是誰的？那 OK， 那你就用很簡單的 QR code， 讓我知道是誰。萬一有農藥殘留的時候，我馬上就可以攔下來。好，那不要讓繼續再上市，或是它然後再採收。吉原譜它是一個20-30年前的農產規格標章，在當時有它的意義，但是放在今天的脈絡，它可能已經不具任何國際競爭力，或者它也不具備提高台灣農產規格的效果了。推任何一個標章，都一定有它的成本。現階段吉原譜標章對農民而言當然是最簡單，然後它成本也比較低。那是因為農糧署把資源都放在吉原譜那邊啊。假設今天我們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在產銷履歷這邊，對農民而言，生產產銷履歷的成本就會大幅下降了。所以其實該追問的是，政府為什麼不把資源往那裡移過去，而不是直接去直指這樣的標章，它的申請的成本太高。
最諷刺嘅係，就算做出囤填唔到時台嘅安全蔬果漂條嘅鹽鋪，從下上落來，市場熱銷嘅農產品提市場好，咩不過搶食拍天天，嘅就係講消費者買嘅農產品含有90%係冇加入漂條嘅天呢。唔過論證來講，90%拿到政府核准發嘅各種漂條嘅農產品，嗰條漂條代表嘅規定有啲當冇，有清楚冇，都涵蓋有好討論。但佢唔是講，嗰按當農產品嘅漂條之前，要真經確實去做到認證把關冇，對消費者來講，要看到夾定認證嘅漂條，真經就保證安心係。